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邀请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站立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谢谢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我们要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谢谢神，你使用我们，谢谢神，你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在我们不能的时候，你扶持着我们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牵着我们的手。主啊，在每一时每一刻，我们感受到神你那个满足的爱。主啊，那个爱让我们尝到了主恩的甘甜，更多的感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个生命持守的道路上坚定，让我们不动摇。我们知道在这世上的试炼
真的很多。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就失落了，有时候我们不小心，我们的眼光就看向别处了。主啊，求你翻转我们，求你让我们回转归向你，让我们的目光是单单的注视着你。主啊，求你坚定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单单的看着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也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念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有弟兄姐妹互相的扶持，成为我们最好的帮补。主啊，在这个寻找真理的道路上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不是孤军在奋斗的，我们是有团体的，我们是有互相的肢体，互相的扶持的。谢谢神，谢谢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愿你再次施恩给我们，在我们未来的这一周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，求主你耶稣基督的恩惠，还有天父上帝的疼爱，圣灵的感动，时时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生命当中，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。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使我能成